表面冇事，其實一直都好辛苦。你有冇見過有啲人表面好似冇事，但佢嘅內心一直都好痛苦？你有冇見過一啲人呢，成日笑，好中意講笑，睇落去咧好似冇事冇嘢咁樣，但其實佢嘅內在可能好攰好攰。佢哋未必會喊，因為佢哋習慣咗收埋自己，因為佢哋會怕麻煩到人，然後越嚟越怕講出口。喺心理學入邊有一種狀態叫做微笑抑鬱。有人可以撐得住，但唔代表你真係冇事。有時候我哋連自己有情緒咧，都可能會唔知道，因為我哋太習慣照顧人，扮堅強。但請記住，我哋係唔需要等到我哋崩潰嘅時候先處理情緒，我哋係可以了解翻自己嘅內心發生咩事。當然可以笑住咁生活咧，係一種好叻嘅態度。但係我哋係唔需要死頂嘅。如果我哋想揾人傾下嘅話，歡迎可以 DM 我，俾自己一次機會被理解。揾人求助咧，並唔係軟弱嘅。